而家咧都係興緊4.0嘅住宅啦，但係今日同大家推薦嘅呢一個樓盤咧，佢不單止做到4.0嘅一個住宅嘅實用率啦，仲俾到一個宋式嘅一個風格園林俾到你嘅。大家可以見到佢成個小區嘅一個環境咧，做得係非常之古色古香嘅。咁如果係諗住退休度假咧，喺中山市區有翻咁樣嘅園林，你住起身咧都會更加之舒適啲嘅。咁不單止佢係一個4.0嘅住宅啦，而且嘅話佢嘅商業都係非常之全面嘅。就喺佢屋苑隔離咧，就會有埋我哋嘅天虹廣場啦。咁平時住喺呢度咧，過條馬路就可以滿足到你所有嘅衣食住行啦。咁如果係香港嘅街坊，佢仲有埋我哋一個香港直通巴士喺屋苑嘅，直至喺屋苑樓下咧就可以坐巴士往返香港。佢而家所在售嘅面積咧，有我哋106方至148方都有嘅，而且佢馬上咧就會新加推我哋嘅3棟啦，有我哋152方嘅一個單位，佢嘅一個可改面積咧實用性會更加之高嘅，佢每一個面積咧實用率咧都可以去到120%嘅。咁事不宜遲，先帶大家去睇下佢嘅示範單位先。嚟上到我哋嘅示範單位啦，做到專梯專戶，電梯上嚟呢個位，完全你可以使用翻佢嘅，超實用嘅。咁入到嚟148方，佢係做咗一個南北對流嘅一個戶型嚟嘅，非常之通透啊！而且佢嘅實用率咧去到120%以上，可以見翻佢嘅呢一個露台，做咗一個封窗嘅設計。佢嘅餐廳位可以見到擺翻長台，兩邊做埋佢嘅餐邊櫃，空間都一樣係夠晒用嘅。咁呢一套嘅話，而家做到咧就係5間房嘅，佢嗰個改造空間都係非常之大，做6房都完全冇問題啊！如果係對市區呢啲宋式風格園林，而且實用性非常之高嘅4.0產品有興趣嘅街坊，聯繫我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